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今年驻公费预防社的民众是真踊跃，这一礼拜已经驻掉224万剂，是去年同期的7.5倍。但是幼儿的注射量去倒少，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减43000剂。结果讲先甲幼儿的疫苗拨予大人来使用，医生是呼吁家长爱赶紧带囡仔去注，较袂到时阵注无。好，先。 大人注预防社真踊跃，要么家己注，唔通袂记带囡仔去注公费流行感冒疫苗。为7月开始注，一礼拜用掉224万剂，是去年同期的1倍半。要么6岁以下的囡仔注的情形，却比去年减48000剂，其中6岁以下的囡仔唔捌注过，也有563000人。你有没有打流感疫苗啊？没有，之前还没有他感冒，所以现在才预约要排队打流感疫苗。 有的是还袂注，有的想要注，要么咧排队，因为6个月到3岁以下的囡仔公费疫苗，敢会使注其中一个药厂赛诺菲的，这个疫苗嘛使用伫大人的身上，所以讲出现大人小正注，囡仔无注，先甲刷来用。孩子打的疫苗呢是有特殊性，那这个特殊性的疫苗呢，事实上给成人都可以用啊，但是成人都一直来了就把它打掉了，疫苗进来再加上大家那个新闻媒体再报道一下，请小孩子赶快来打，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 医生表示讲，囡仔疫苗因为配送问题嘛出现限价的状况。以台北福德街小儿科的诊所来讲，一天敢会使领10支的公费流行感冒疫苗，家长只好用注文的方式来注。小儿科医生嘛建议讲，虽然有较费气，不过上好是量早注，才有抗体，唔通等到要注的时已经感冒啊。